呢架 Model 3咧，3年前咧喺我哋 4D 度做嘅 Sampa Color PPF 啦，咁車主咧就想轉個顏色玩下，咁今日正好啦，我哋咧就可以睇下3年前我哋黐嘅 Color PPF， 今日搣嘅時候咧會有啲咩狀況出嚟啦。各位，一啲膠跡都冇啊！一啲膠跡都冇，非常之易搣。好似畫面入邊呢架車咁咧，之前咧不幸貼到啲質素參差嘅雜牌膜，咁後果咧就完全唔同啦。我哋用埋蒸汽機啦去蒸都完全冇用，因為佢已經水解咗啦，同埋冇晒彈性。嗱，你睇下，一撕就碎啦。要好似咧搣雞蛋殼咁樣咧，逐啲咁搣。咁如果再嚴重少少咧，分分鐘連原廠車漆咧都會一齊扯埋出嚟。我而家咧清乾淨晒成架車啦。咁今次呢部 Model 3咧就想轉下口味，由玩油漆咁嘅令面，轉玩極致線條嘅瓦面。我哋特別揀咗呢款專為性價比純玩色而設嘅 4D 精選 PET 系列。雖然佢冇 TPU 嘅保護性咁高啦，但係佢嘅底子咧平整度咧極高。嗱，你睇下呢個瓦面嘅質感幾咁細膩飽滿，最啱3年左右想幫架愛車換件衫，又想以一個輕鬆冇負擔嘅預算轉色玩視覺效果，同時又要求極致手工同埋鋪頭有保養嘅車主。呢個7週年轉色優惠咧名額有限，詳情咧可以 PM 我哋再傾，亦可以到我哋門店睇下色板，同埋參觀一下獨立嘅施工環境同埋師傅手勢。而家即刻睇下轉色後嘅效果先。